機場方面，春運期間，廣州白雲國際機場預計起降航班6.57萬架次，接送旅客超過1050萬人次。白雲機場 T3 航站樓首次投入春運保障，咁呢一座全新嘅航站樓年味十足啊！譚燕報導。T3 航站樓新增好多帶有馬年元素嘅打卡裝置，打造沉浸式年味體驗，令到遊客喺航站樓就可以感受到廣州過年花城看花嘅嶺南風情，吸引好多旅客打卡。可以，幾靚，呢啲大都市嘅風範啊！春運期間，大灣雞快閃、非遺展示、揮春送福、粵劇表演、時裝秀等特色活動將會輪番上演。除夕夜會為旅客送上熱氣騰騰嘅水餃。大年初一17號，3座航站樓將舉辦醒獅表演、文化盛宴伴旅途。那我們的節前高峰預計出現在2月10號到2月15號，節後高峰預計出現在3月1號到3月5號期間。今年春運呢，白雲機場國內航班的增量還是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長三角，包括成渝幾大主要的城市群。T3 航站樓採用旅客全流程自主系統，覆蓋值機、託運、安檢等全流程。上月底，原先喺 T1 航站樓運營嘅34家航司國際地區航班，已經整體轉到 T3 航站樓運營。面對春運出入境客流高峰，白雲邊檢站多措並舉，充分釋放 T3 航站樓新一代智能驗證台配備的可升降、生物信息採集、全範圍無死角檢測等技術設備優勢，不斷縮短旅客查驗時長，在執行現場提供多語種的外語以及方言諮詢服務，讓快通關、暢出行、暖服務成為春運常態。廣州電視記者譚妍報道。春運開啟，全省交通路網迎嚟咗首個出行高峰。廣視直擊，我哋馬上連線正喺廣東交通集團監控中心嘅記者羅傑嚟介紹下嗰邊嘅情況。羅傑，交俾你講下。好嘅，唔該晒萬晴啊嚇！大家而家喺我身後咧，見到我身後咧就係全省高速公路嘅一啲即時嘅路況啦。咁其實今日咧就係呢個春運嘅首日啦，我哋見到咧路況仲係好唔錯㗎。咁而家喺大圖上邊啦，見到所有路段咧都係綠色，非常之暢通㗎喎。咁依家咧就係春運首日晚高峰嘅核心時段啦。咁關鍵數據顯示啦，今年春運全省嘅高速咧預計總車流量係3.07億車次，同比增長3.09%㗎。節前單日嘅高峰咧，預計會出現喺2月7號，預計會有883萬車次；節後高峰咧，預計係喺2月23號，大約係861萬車次。而今日作為春運第一日，下晝4點到7點嘅晚高峰啊，正係大家趕路嘅關鍵期。咁其實今日整體嘅路況仲係唔錯㗎。咁而大家最關心嘅高速免費政策咧，就係2月15號0點到2月23號嘅24點啦。全國高速公路免收7座以下小型客車嘅通行費。提醒大家啦，免費時間咧係以駛離收費站嘅時間為準㗎。咁比如話2月14號晚上上高速，2月15號凌晨落高速都可以享受到免費嘅。而針對廣佛高速擁堵啦，往廣州市區嘅車輛咧可以提前從秘涌站駛出，繞行呢個尋豐洲路、金沙洲路進入市區。往粵北方向嘅車輛咧就可以從廣州繞城高速轉大廣高速，避開京港澳高速嘅繁忙路段㗎。嗱，推薦大家咧可以下載呢個廣東高速通 App 啦，又或者係關注廣東交通發布公眾號，實時查詢路況同埋管制信息。呢一個咧比導航係更加權威㗎。嗱，今日咧只係春運嘅第一日啦，相信咧路況會越嚟越繁忙㗎，喺路上嘅車輛一定會越嚟越多啦。希望大家啦可以做好呢一個回程嘅準備。如果遇到突發情況，記得要聽從工作人員嘅指揮同安排。咁我喺呢度嘅報道暫時咁多啦，下面先將時間交翻俾萬晴啊。好嘅，唔該晒羅傑嘅溫馨提示啊！咁今年嘅春運啦，廣州市交通運輸部門預計營業性客運量將全面回升，跨區域人員流動同自駕出行佔比創新高。廣州地區喺出行保障、出行服務上邊有啲咩新嘅舉措嚟護航呢？廣視直擊，我哋繼續連線喺市春運辦嘅記者梁敏儀。敏儀，交俾你講下。
好嘅，唔該晒。我所在嘅位置咧就係廣州市春運辦啦。春運咧係已經開啟㗎啦。咁根據廣州地區嘅情況啦，離穗抵穗人員嘅流動量咧大概會有2億人次入。喺市春運辦呢度咧，我身後咧就係春運嘅智慧大路。咁通過呢個屏幕啦，我哋可以睇到啦，廣州市各個樞紐啦，以及係公路啊、客運啊等等嘅一啲出行嘅情況。咁我哋而家喺屏幕上面呢，係可以睇到嗱，有三元里收費站啦，可以睇到廣州南站、白雲機場以及係東站呢一啲樞紐嘅出行情況。咁從今日首日嘅而家係已經係一個落班嘅一個高峰，我哋可以睇到啦。嗱，三元里收費站呢，係車輛咧係車流量係比較多嘅。咁而家又出現咗一個比較少少嘅緩慢啦嚇。喺南站啦，我哋通過南站啦，呢個出發到達啊呢個站台前面可以見到啦，啲車輛來來往往啊，人員來來往往之間啦，亦都可以睇得到啦。南站嘅呢一個作為流量之王嘅呢個軌道交通鐵路樞紐嘅一個出行情況。咁同埋啦，我哋都可以見到啦，白雲機場嘅一個航站樓嘅呢個出行啦。咁喺今年嘅春運啦，大家嘅出行選擇啦係豐富咗㗎。咁好似會有一啲新嘅線路，例如鐵路方面啦，會有廣湛高鐵都係首次服務春運。咁喺航空方面啦，T3航站樓咧，亦都係首次喺呢個春運當中咧係進行一個服務嘅。咁點樣去令到咁多嘅一啲新嘅出行方式啊、新嘅線路啊，咁令到大家嘅出行咧係更加之便捷同埋安全啦。咁可以通過身後嘅呢個智慧交通，亦都係市春運辦嘅一個最強大腦。通過科技嘅賦能啦，係可以令到呢個出行助力㗎。咁今年呢個春運嘅最強大腦咧，又進行咗一個功能嘅升級，亦都係應對我哋呢個新嘅一啲出行嘅方式。咁我哋都請嚟廣州市交通運輸局嘅科進處嚟同我哋介紹一下。咁今年呢個最強大腦嘅升級咧，係會有一點嘅升級咧。我哋亦都係請科進處嚟同我哋介紹一下。您好，您好，何處您好。你好。想問一下您就是咱們最強大腦今年升級的話，適應這個新的出行變化，會有一些什麼新的一個升級呢？我們升級好部分，例如呢，我們與機場鐵路部門呢共享了班次的客流數據，系統能夠提前1天呢比較準確地獲得各個時段的到發班次和人數。根據我們系統的數據監測呢與模型分析的結果呢，一旦識別即將發生大客流的聚集或者是運力短缺風險呢，系統會自動觸發預警，向相關部門和人員呢發送預警信息。相關部門呢可研究採取延長地鐵晚班運營時間、地鐵提早發班、開行定制公交、組織儲備出租車運力、引導網約車前往指定區域等候等提前應對措施，提前化解呢客流聚集的風險。好的，好的，謝謝您的講解，謝謝，感謝您。好，嗱，聽我講解之後咧，我哋可以知道咧，呢個通過科技助力啦，可以令到大家嘅一個出行咧更加之有保障嘅。咁喺今年嘅春運當中咧，我哋都會通過多個渠道啦，同大家去傳達一啲一線嘅一啲出行信息，同埋一啲交通資訊嘅。大家亦都可以關注我哋廣州廣播電視台啦，全平台嘅一個發布，去了解春運出行嘅最新嘅資訊同方式。我現場嘅報道係咁多，下面交翻俾陳文晴。好嘅，唔該晒敏儀嘅詳盡介紹啊！咁最後嚟睇下水路方面啦。今年春運期間，廣州水路預計運送旅客134.5萬人次，咁其中珠江遊預計接待60萬人次，水上巴士以及輪渡預計運送68萬人次，港澳航線同郵輪預計分別運送3.5萬人次同3萬人次。南沙客運港每日開行往返廣州同香港中港城、香港國際機場嘅高速客船，春節期間每日增開1進1出臨時航班，實現6進6出嘅高密度運營，為粵港澳3地旅客探親旅遊提供便捷通道。琶洲港澳客運口岸依託海天聯運便利服務跨境旅客。南沙國際郵輪母港愛達地中海號融入嶺南非遺元素同新春裝飾，打造特色嘅海上年味。貨運方面，廣州港集裝箱船舶到港嘅數量預計同比增長9%，煤炭、糧食等重點物資運輸保持穩定。為咗守住安全底線，廣州海事局落實春節假期重大危險源提級管控要求，完成46艘珠江夜遊船舶、跨境高速客船等涉客船舶全覆蓋體檢，督促企業確保船舶技術狀態良好，並通過企業自查加海事排查嘅模式，累計檢查企業船舶447家，整改一般隱患2031項，重大隱患50項，嚴查主機應急停車裝置失靈、VHF 通訊故障等關鍵隱患。
廣州海事部門提醒廣大旅客，水上出行一定要選擇正規嘅客運船舶同合法航線，乘船過程中聽從工作人員嘅指引。如果遇到緊急嘅情況，及時撥打水上遇險求救電話12395。廣州電視編輯報導。轉頭返嚟繼續有廣視新聞。大灣雞奧體嘉年華聽日啟幕啦，公眾可以免費預約入園。海珠區啟動政務閃送同消費惠民服務，令到廣貨從貨架上行入生活中。大家都好中意嘅大灣雞奧體嘉年華，後日下晝2點啟幕，公眾可以免費預約入園。嘉年華今日舉辦提前探園活動，由鐘振宇搶先睇睇。10米高嘅大灣雞打卡點，仲有大灣雞人偶互動同 fans 合影打卡，令一眾 fans 為之瘋狂。你選喜羊羊定係樂融融呢？都中意，我覺得佢哋兩個都好得意，好氹到人哋開心，帶俾我平時生活啊好多快樂咯。好難抉擇，咁你睇我今日咁粉，肯定係中意樂融融多啲，但係其實係唔偏心嘅，我好中意呢兩個共同體。係嘉年華，但係我覺得離我夢想中嘅大灣雞樂園已經進咗一步啦，所以好開心，而且即係準備要過年啊嘛，跟住就可以帶我啲朋友過嚟一齊玩啦。園區內大灣雞人偶將全天候駐場互動，通過萌趣表演、合影打卡等形式拉近同市民遊客嘅距離。園區設置咗豐富嘅機動遊樂設施，涵蓋親子互動、球幕影院等多種類型。另外，文創零售區仲有大灣雞主題限定周邊。我們整個項目是包括打卡點，一共設置了9項。9項有4個是打卡點，有5個是遊玩。最主要的就是我們這場嘉年華跟過往不太一樣的，就是我們引進了大馬戲，然後大馬戲跟我們也創排了一個小短劇，就是大馬戲跟大灣雞之間會有一個串聯的一個小互動。全運會另外一大網紅鰲魚亦都會出現喺嘉年華嘅現場，晚上6點半將開啟夜遊模式，配合燈光效果，重現喺開幕式上嘅震撼視覺。市民遊客可以通過培雷花城滿座微信小程序實名制免費預約入園，每日暫定限流5000人，可預約當日及後6日嘅門票。嘉年華從2月4號起開放至5月5號，每週一閉園，週2至週5 14點至22點開放，週末及節假日10點到22點營業。廣州電視記者鐘振宇報導。政務閃送到一線，廣貨潮集惠民生活動今日喺海珠區啟動，令到廣貨從貨架上行入生活中。全區18條街都設置咗分會場，總有一個喺你附近。陳美儀講下。一邊買年貨，一邊同大灣雞影相互動。今日早上活動喺沙苑街寶月坊啟動，吸引咗唔少居民嚟湊熱鬧。住喺附近嘅林姨仲即場體驗包郵角。自己好耐好麻煩啊嘛，嗱依家佢個現整有埋材料俾我哋，咁啊自己整下咯嚇。今晚試下開油喎，將品牌宣傳咗出去啦，第二可以俾我哋廣州當地市民可以試到我哋咁靚嘅特色產品咯。都有好多啲廣秀喺嗰邊，有廣州特色嘅嘢啊，文創啊呢類嘅都有，今次可以睇到咯。本次活動採取1+18全域聯動模式，全區18條街道同步開設分會場，涵蓋廣府美食、數碼產品、時尚服飾等等，等大家一站式買齊年貨。南華西街分會場設置喺龍道尾廣場，呢度同樣人氣爆棚，有商戶賣年宵品送手寫揮春，聚下人氣咁咯，同埋就快過年啦，咁啊〜買定啲年貨啊，翻屋企啊，大家一家大細一齊食咁樣咯。咁我哋希望啊喺政府咁大力去推動嘅呢一個活動裏頭咧，係可以俾到咧係市民同埋遊客咧可以感受到我哋食在廣州嘅文化。咁而我哋呢種文化咧係要走出廣東啊，走向全國，走向全世界。海珠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對參與海珠優品活動嘅企業提供從登記註冊到許可審批嘅全程指引同優先服務。活動前上門送開業禮包。我們是提供一站式的政務閃送的服務，
只要企業有需求，我們聯動市場監管局、人社局等相關部門一站閃送，幫企業解決年前的相關的政務服務的需求。同時呢，我們提供免費的攤位，像今天我們的攤位都是免費為企業去提供的。同時，我們提供賦能的，比如說我們可以聯動大模型的企業，為我們一些傳統的產品更加增添一些科技的含量。接落嚟，海珠區將繼續深化政務服務加消費惠民模式，系統推進廣貨行天下年度計劃。廣州電視記者陳美儀報導。翻嚟廣視新聞，而家無論係買嘢、揀餐廳、訂住宿，有唔少人都習慣先問一問 AI 攞一份推薦嘅榜單。咁但係呢啲睇落去權威嘅榜單來源，可能根本經唔起推敲。網站上邊遍佈住各行各業嘅排行榜，每一個領域都能夠見到10幾篇標題高度雷同嘅文章。咁而榜單上嘅第一個名永遠係同一間。網站嘅製作亦都好粗糙啊，瀏覽體驗明顯唔符合正常人嘅使用習慣。理論上咁樣嘅網站冇可能影響任何人嘅決策，但係佢就影響到咗 AI。咁樣嘅網站係點樣令到 AI 相信嘅呢？記者調出咗網站嘅源代碼，發現咗一啲隱藏嘅文字，某官方部門網站。但係央視嘅記者就查到呢一個部門真正嘅官網網址並唔相同，內容亦都同可疑網站中嘅排行榜冇任何拉楞啊。通過注入一些關鍵詞，比如說把它變得類似於一個很官方的，可能 AI 在它的這個系統裏就會把它這個權重提升。它很喜歡那種格式總結得很好、很有邏輯的這種文本，比如說像排行榜。呢一個網站並唔係個例，喺過去嘅1個月，標題入邊含有排行榜榜單嘅網絡文章同視頻新增咗200幾萬條，其中88%都唔係由官方信源發布。AI 就經常將一啲非官方發布嘅內容當作係多個獨立信源嚟使用。嗰啲經唔起我哋推敲嘅文章，對 AI 嚟講就係量身定製。喺電商平台上，大量商家喺度出售緊一種服務 AI 搜索優化，宣傳語寫到好直白啦，企業搶佔 AI 推薦位。喺佢哋嘅演示系統入邊，只要輸入一個關鍵詞，就能夠一鍵生成超過100萬個排行榜嘅標題。他們已經有一個相對比較成熟的產業鏈，開始是從這個關鍵詞的設計、軟文的設計，然後會去進行一個各個信息平台的分發，還會不斷的去進行評測和這種校驗，實時的告訴他們這個推廣的效果怎麼樣。你以為係智能推薦，其實係俾人投餵過嘅結果。真正替代你做決定嘅唔係科技，而係圍繞大模型嘅業務。不過有啲大模型已經意識到，睇落好似係商業推廣，權威性一般，避免推薦具體嘅品牌。呢個講明大模型本身亦都喺度不斷升級緊自己嘅甄別信息嘅能力。對特殊的字符以及異常的標記來進行識別，對那些疑似的污染的數據進行降權處理。AI 嘅升級需要時間 ，AI 生態嘅修復亦都需要時間。但係普通用戶可以多啲點開 AI 引用嘅鏈接，睇下係唔係真正嘅官方網站，等到自己唔會被奇怪嘅假榜單所迷惑啦。廣州電視編輯報導。關於呢一個話題，給我1分鐘，交俾周志東講下佢嘅睇法。給我1分鐘。你以為客觀中立嘅 AI 推薦，實際上係商家操弄數據之後嘅定向投餵咋？嗱，其實呢一個場景，我哋一啲都唔陌生嚇。曾幾何時，搜索引擎亦有同樣嘅套路。邊個俾得錢多，邊個嘅排名就能夠靠前，客觀性蕩然無存。大家倚重嘅信息工具變成咗商家嘅推廣渠道。嗱，當時咧，我哋期盼住作為新科技嘅 AI 能夠更加中立、更加客觀。但依家睇嚟 ，AI 推薦已經大有重蹈搜索引擎覆轍嘅趨勢咯。而更加可恨嘅係 AI 嘅套路比當年嘅搜索引擎更加之隱蔽。佢識得自行抹去營銷嘅痕跡，扮成專業貼心嘅建議，讓你防不勝防啊！嗱，搜索引擎失真咧，頂多係令你買錯一件商品啫。但今時今日嘅 AI
既可以喺小家電推薦上參水，亦都可以喺就醫、擇校、理財呢一啲大事嘅建議上動手腳。嗱，對待 AI 夾帶私貨嘅現象，我哋唔應該斬腳趾避沙蟲，而係要加快針對性立法嘅步伐，填補監管嘅漏洞，倒逼平台守責，讓嗰啲心懷鬼胎嘅不良商家無處遁形，並且付出代價。當然啦，消費者本身亦都要醒目啲，畢竟 AI 嘅意見只係參考，而唔係標準答案啊！好啦，今日就講到呢一度。轉頭翻嚟繼續廣視新聞。春運開啟，廣州交警啟動護航模式，並預計高速公路有3波車流高峰。黃金白銀價格大幅下跌，國內6大銀行發布風險交易提示。財政部同稅務總局公布新規，調整增值稅起徵點，個人每次賺錢低於1000蚊嘅免增值稅，納稅人又點睇呢？下邊嚟睇下市區嘅天氣情況。聽日廣州晴到多雲，氣温9至22攝氏度。春運開啟啦，廣州交警啟動護航模式，並預計高速公路有3波車流高峰，第一波會從今日持續到8號。楊家良報導。春運第一日，記者朝早去環城高速、沈海高速、機場高速等高快速路嘅部分路段睇過，交通大致正常。個別路段行車緩慢，其中沈海高速廣州支線廣清立交至廣清收費站路段一度緩行達到7公里。喺沙貝、白雲等服務區停嘅車亦明顯多咗，有唔少係返鄉車輛，好多人一家大細返屋企過年。回老家，對。老家是哪裡呢？我老家是甘肅的。甘肅的，那挺遠的啊。是。要開多久呢？開到差不多20多小時吧。路況怎麼樣？目前來說？目前路況比較好，現在也不是很堵。早少啲屋企有啲事啊。往年呢？往年都遲啲嘅。落定好快啫係嘛？好快，3個鐘啦。翻去食中午飯係嘛？係啊。喺機場高速白雲服務區，交警設咗服務點，為司乘人員提供諮詢、安全指引、應急等服務。同時，交警設點查車，檢查車輛有冇超員超載，司乘人員有冇攬安全帶。要提醒乘客要繫上安全帶。第二呢，就是等一會兒到服務區的時候，把後排的那些雜物啊清理一下，放到後尾箱，不要遮擋後玻璃，這樣影響行車安全。春運期間，交警仲會利用無人機喺高速公路拍攝佔用應急車道、開車撥打接聽手機、唔攬安全帶等交通違法行為。交警預計接落嚟1個星期會迎嚟春運首波車流高峰。華南快速春江立交、京港澳高速嘅蘿崗立交同雅瑤江服務區、大港高速洋河立交等路段車流會比較大。從今天2月2日到2月8日，我們預計呢會迎來一波出城高峰。初5、初6、初7呢，我們會迎來第2波高峰，也就是返程高峰。那麼第3波高峰呢，會出現在元宵節之後的一天，那就是3月4號，會迎來一波返程高峰。高速車流大嘅時候，交警會採取遠端提示、近端疏導、分流繞行等措施，同時提醒司機提前規劃好行程，檢查車輛油、電器。如果遇到擁堵，唔好左右穿插隨意變道，非緊急情況唔好佔用應急車道。廣州電視記者楊家良報導。對於廣州火車站嚟講，今年嘅春運有住唔同嘅意義。1月26號開始，廣州站唔再辦理普速列車嘅始發終到業務，全面邁入高鐵時代。呢個係佢進入全高鐵時代嘅首個春運。咁今年喺服務上有邊啲提升呢？由江佩婷講下。1月30號，廣湛高鐵正式開入廣州站，實現湛江北同廣州站連通。今日嚟自湛江吳村嘅李先生喺市中心就坐上咗返湛江嘅高鐵。佢話高鐵票240蚊，比起自駕，高鐵既慳時間又慳錢。
我住喺廣田新村，我嚟呢度啊都唔使15分鐘，去到南站都要1個小時。南站嗰邊啊動車要3個小時噶嘛，依家啊縮短為2個小時噶嘛。加油同埋過路費就等於差唔多要600幾蚊，為佢1000幾蚊嗰個來回。廣州站承接咗20列廣湛高鐵始發任務，並將南寧、巫山等方向嘅5列南廣、貴廣動車組調整為廣州站始發，進一步豐富旅客出行嘅選擇。进站口呢，我们新增了21台的一个闸机，然后这边的安检通道也是有所调整的。往年呢是从进站口那边是分散的，现在把它集中在这个1楼大厅，增设了一些设备跟通道，然後也有效地保障了旅客一個進站安檢的一個速度。根據預測，春運40日，流化地區旅客到發總量預計達到333萬人次，日均8.3萬人次，同2025年基本持平。春運前，越秀區完成網約車及社會車輛上落客區風雨連廊建設，的士後乘區速車輛提升到70部，為春運旅客快速集散保駕護航。春運期間，這40天裏大概有1600多個志願者在這個火車站廣場為旅客服務。區衛健局派了醫務人員在駐站，從春運期間每天早上7點半到晚上10點多，在這裡為有需要旅客提供這個醫療服務的。第二個呢，我們這個旅客諮詢中心呢，也是為旅客服務的，裡邊有提供開水啊、充電啊，還有其他各方面的這些服務。節前客流高峰預計喺年25到年26，節後高峰預計喺年初6到年初7，大家盡量避開高峰出行。廣州電視記者江佩婷嘅報導。春運再嚟睇下地鐵方面，為咗方便旅客返鄉，廣州地鐵優化運力，同時推出多項暖心嘅服務措施，保障旅客便捷安全出行。林恩傑報導。廣州南站、廣州東站等多個重點樞紐車站周邊嘅地鐵站增加咗唔少客流。一啲旅客唔熟悉廣州嘅地鐵線網，志願者喺售票機周邊輔助旅客購票。就是不太清楚嘛，就是怕轉錯車嘛。行吧，他這個給我們點了買了票嘛。一般呢就是買票的問題，買票或者一般好多都去南站啊，或者機場啊，然後他不知道怎麼買票，不知道怎麼轉車，都會來問我們現在有外面像口罩啦、醫療之類的都可以提供。廣州東站地鐵站係1、3、11號線嘅換乘站，站內空間比較大，攞住大件行李趕火車唔方便。地鐵站專門設置咗愛心行李車、出行地圖等便民9小件，為旅客提供行李打包、搬運等服務。我覺得挺好的，因為就外地過來的，要是不認識的話，會很方便的。我從北京出差。咁啊肯定啦，因為春運期間好多市民啊，好多啲朋友、同事嗰啲都要翻鄉下咁樣，即係有咁嘅服務啊，肯定方便啦。廣州地鐵喺機場北、廣州北站等9個地鐵站上線設置平安驛站，喺同客運樞紐相連嘅車站設置咗春運綠色通道。廣州地鐵預計2月2號至到2月12號，線網嘅日均客流會達到922萬人次，而旅客陸續離開廣州。花市同春節期間，線網嘅日均客流會繼續下降到533萬人次左右。廣州市交通運輸部門預計，2026年春運40日，離穗抵穗人員流動量為2億人次，同比增長3.8%。今年春運總體呈現時間跨度較大、人員流動量大、保障任務較重等特點。廣州電視記者林恩傑報導。今日國際金銀價格高位震盪，市內貴金屬市場人氣好旺啊！6大國有銀行多次發布公告提示交易風險。董婷報導。國際黃金同白銀價格今日一度大幅下跌，每盎司分別跌穿4500美元以及73美元關口。晏晝嘅4點半，亞盤金銀價格震盪拉升，國際金銀價格每盎司重返4600美元以及77美元關口。貴金屬價格高位震盪，市內黃金收兌業務人氣旺。穩健型嘅投資者話，佢哋需要鎖住當前收益。上星期2日大跌之後，今日小回，因為今年而家啱啱開始，仲有11個月，我覺得喺其他途徑嘅增值會更多。
所以選擇而家買。前幾日嘅比較高，突然之間跌到咁多，好多人都睇住個盤，仲會驚會跌，所以有好多人拋售。呢幾日有好多人喺呢度買搶購。今日而家就啱啱開始，你又見到好多人喺呢度排隊啦。一早上班正好就開始忙到落班嘅。金鋪銷售人員話，由於部分投資者睇好黃金後市，上晝睇到黃金價格大幅震盪，即刻多咗唔少嘅人嚟買金。相對前幾天看來的話，它是跌了一些的，所以就覺得價格合適，今天就打車過來看看。分批吧，還是分批吧，因為畢竟是一個自己求安穩的一個東西，就壓箱底嘛。對於呢兩日貴金屬價格巨震，究竟係貴金屬市場迎嚟牛市嘅尾聲，抑或係倒車接人呢？黃金咧係有一定嘅一個回調嘅，依家大概嘅價位咧喺1050蚊到1080蚊之間，寬度嘅一個震盪期間。未來嘅話咧，即係過年前嘅話咧，我哋係覺得黃金咧都係會繼續回漲到1150元每克左右，呢個係比較關鍵一個關口嚟嘅，所以咧，如果係覺得年前嘅話係有比較好嘅一個價位嘅話，大家都可以放心購入嘅。今日上海黃金交易所對白銀延期合約交易保證金水平以及漲跌停板比例進行調整。之前各有6大行多次發布公告調整黃金相關業務，並提示交易風險。專家提醒，投資理財要基於自己嘅投資經驗、投資能力以及風險偏好，做好適合個人同家庭嘅資產配置，唔好輕易追漲殺跌。廣州電視記者董婷報導。財政部、稅務總局公布咗關於增值稅法施行後增值稅優惠政策銜接事項的公告，調整增值稅起徵點，達唔到起徵點標準嘅納稅人唔使繳納增值稅。咁對此，納稅人又點睇呢？方寧去了解過。根據公告，自今年1月1號至2027年12月31號，小規模納稅人發生應稅交易，起徵點標準有調整，其中按次納稅嘅起徵點為每次每日銷售額1000蚊，一日內發生多次應稅交易嘅，按日適用起徵點標準。本次調整最大變化係按次納稅嘅起徵點從500蚊提高至1000蚊。周女士喺海珠區經營一間花店，佢話買花好睇季節，呢次調整有望喺淡季減輕負擔。10月份到第二年的5月份，可能這個的話就是賣花的話，可能相對是個旺季，就是像6、7月份啊，一天300-400塊錢。對，因為我們就是有時候就說那個營業額提不上去，也要交這麼多稅的話，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真的很大的一個壓力。這樣子的話，就肯定是減輕很大壓力啊。亦都有餐飲店老細話，而家人工、租金成本都比較高，繳稅壓力減輕，慳咗部分開支。現在畢竟就是我們這裡房租還是很貴的嘛，現在都做外賣，外賣利潤很低，到手的話就3塊錢這樣子，反正就是說減輕壓力嘛。近年嚟，增值稅嘅起徵點不斷提高，咁從最開始每次每日嘅150蚊到200蚊，提升至今次公告嘅1000蚊。有經濟學者介紹，呢次嘅改變有機會為小規模納稅人減輕負擔。起徵點以下嘅直接係免徵增值稅，咁好多嘅小規模納稅人呢係實行實際嘅零稅負或者係低稅負，可以起到咧鼓勵創業、激活微觀經濟活力嘅效果。因為咧起徵點嘅提高咧係相當於為初創期、低收入期嘅經營主體即係企業咧係提供咗制度性嘅緩衝地帶。廣州電視記者方寧報導。2025年11月3號，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詐騙、販賣、製造毒品、綁架、開設賭場等罪，判處百家犯罪集團案白所成、白應倉、楊立強、胡小江、陳廣益等5人死刑，並判處相應附加刑。一審宣判後，白所成因病死亡，其他被告人提出上訴。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經過開庭審理，喺2025年12月24號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並依法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經過覆核確認，以白應倉等為首要分子嘅白家犯罪集團喺緬甸果敢地區通過自行修建、合作開發等嘅方式設立多個園區，招攬、吸引楊立強等多名金主入駐，並提供武裝庇護。伙同金主實施電信網絡詐騙、開設賭場、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綁架、敲詐勒索、組織強迫賣淫等犯罪，涉賭詐等資金超過290億元，造成6名中國公民死亡，多名中國公民受傷。另外，白應倉仲結夥販賣、製造毒品甲基苯丙胺大約11噸。最高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白應倉組織領導白家犯罪集團、武裝庇護電詐犯罪集團實施犯罪；被告人楊立強、胡小江、陳廣益分別組織領導參加電詐犯罪集團或團伙實施犯罪，分別構成故意傷害、故意殺人、詐騙、販賣、製造毒品等多項罪名。白應倉、楊立強、胡小江、陳廣益犯罪性質特別惡劣，情節後果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極大，罪行極其嚴重，依法均應嚴懲。第一審判決、第二審裁定認定嘅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據此，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白應倉、楊立強、胡小江、陳廣益死刑。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嘅刑事裁定書同執行死刑命令後，依法對罪犯白應倉、楊立強、胡小江、陳廣益宣判並執行死刑。臨刑前，罪犯嘅近親屬進行咗會見。廣州電視編輯報導。當地時間1號，一部從土耳其泰基爾達省開往安塔利亞省嘅客車喺行駛中翻入溝渠，已經造成9人死亡，另外有20幾人受傷。事故發生喺當地時間10點幾，涉事客車上邊有34人，客車撞上路邊嘅護欄之後翻入溝渠。事故發生之後，應急救援隊伍趕赴現場，傷者已經被送往附近嘅醫院。初步調查顯示，事故發生嘅時候，當地路面濕滑而且有霧。事故具體原因正在調查當中。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地時間1號接受採訪嘅時候話，佢能夠輕鬆解決聯合國嘅財政危機，但係佢絕口不提美國係咪會支付拖欠嘅聯合國會費。到目前為止，聯合國拒絕回應特朗普呢一個表態。特朗普話並未意識到美國拖欠聯合國會費呢一個情況，但佢確信可以輕鬆解決呢一個問題。只要聯合國開口請求，佢就可以讓其他國家俾錢。特朗普話佢只要同呢一啲國家打電話，幾分鐘內佢哋就會寄過嚟支票。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嘅副發言人哈克話，古特雷斯已經致信所有聯合國會員國，警示聯合國當前面臨嘅嚴峻財政形勢。佢話，儘管舊年有150幾個會員國繳納咗會費，但係目前拖欠會費總額仍然高達15.6億美元，較前年增加1倍。有聯合國高官警告，如果資金耗盡，聯合國可能被迫縮減各項行動嘅規模，甚至關閉紐約總部。廣州電視編譯報導。當地時間1號，位於加沙地帶嘅拉法口岸開始咗為期1日嘅試點開放。呢個口岸定喺2號起正式開放。目前拉法口岸只係允許人員通行，以色列方面並未提及係咪允許援助物資從口岸進入。拉法口岸位於加沙地帶南部同埃及交界處。自2024年5月以軍控制巴方一側以嚟，基本處於關閉狀態。喺之前，拉法口岸係加沙地帶居民最主要嘅對外通道，亦都係國際人道援助物資進入加沙嘅重要通道。根據加沙停火第1階段協議，拉法口岸應該喺舊年10月重新開放，但係以色列之前以哈馬斯未能按時移交被扣押人員遺體為由，持續關閉口岸。而哈馬斯發言人1號發表聲明，呼籲加沙停火斡旋方監督以色列喺拉法口岸嘅行為。加沙地帶政府表示，拉法口岸嘅運作機制仍然存在不確定性。第1階段預計只係允許傷病員通行，目前超過18000人需要轉至加沙地帶以外接受治療。
廣州電視編譯報導。轉頭翻嚟繼續廣視新聞。澳網男單決賽，艾卡拉斯擊敗迪祖高域攞到冠軍，成為最年輕嘅全滿貫球手。最新鮮、最實用、最好玩、最廣州，歡迎搜索關注廣州廣播電視台微信公眾號，隨時隨地鎖定頭條。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近日收到咗一面特別嘅錦旗，上邊寫住生完仲想生，咁背後有咩故事呢？楊時秋講下。錦旗由34歲產婦陳女士送出。今年1月份，有住既往不良孕產史、瘢痕子宮妊娠雙重生育風險嘅陳女士，喺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喜得二孩，母子平安。孕產期間，醫院多次為佢化解風險。包括我們的夜班啊，都有5到6名的醫生啊，而且甚至高級別的醫生啊，像我是主任醫師，那麼我還是有值夜班的，那麼形成了很大的這個合力，使得我們對這些疑難危重的孕婦呢，有能夠很好的一個托底。孕婦嘅情緒、心理狀態同母胎健康關係密切，為此醫院重視醫患溝通，孕產全程提供心理疏導。其實喺成個孕期之中都會出現各種問題嘅，將一啲好專業嘅名詞，跟住通過畫畫嘅方式啊，或者通過其他方式去話俾我哋聽，其實呢個係唔係咁嚴重嘅，或者係你可以放心啊，咁各種嘅呢種安心，咁就令到我成個產程其實係好安心嘅。為更好推進生育友好型醫院建設，中山醫院以全面整合婦科、產科、兒科、麻醉科、重症醫學科等36個國家臨床重點專科資源，強化母胎健康同疑難重症孕產婦救治多學科診療團隊，進一步保障母嬰平安。這個早孕關愛門診呢，是設在我們產科了，目前，那麼就更好的能夠從早孕到後面的產檢進行銜接，也能夠把那個高危妊娠的評估呢，提前更早發現它的高危因素，及早的進行干預。廣州電視記者楊時秋報道。體育消息交俾鄭。